嗱，喺1972年德國慕尼黑事件當中啦，巴勒斯坦黑色9月恐怖分子作出一次襲擊。喺呢次襲擊裏面咧，總共咧就有9名嘅以色列選手咧就遇害嘅。嗱，自此之後咧，各個政府咧，包括埋香港政府就考慮到咧需要一個特別嘅部隊。嗱，所以咧議員保護組咧就係嗰個時候成立咗啦。但喺佢哋成立之前呢，如有國家元首啊或者任何重要嘅人士訪港嘅時候呢，如果要保護佢哋，就要靠咧由總區或者唔同嘅部門抽調人手咧擔當呢一項嘅工作。咁直至到要員保護組正式成立，所有策劃同埋保護嘅工作就交俾佢哋啦。冇錯啦。嗱，今時今日議員保護組嘅同事咧，周不時都去外地嗰度考察㗎。嗱，最重要除咗係吸收人哋外國經驗之外咧，亦都能夠提升到自己表現喎。務求一齊做到精益求精，俾100%嘅保護我哋議員。好啦，事不宜遲啦，一齊睇下議員保護組嘅日常工作。非常，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議員保護組主要嘅職責咧？可以啊。議員保護組最主要嘅職責咧，就係對呢一個訪問香港嘅國際應受保護人員，佢哋包括咗國家嘅元首啊、外長啊，同埋我哋嘅國家領導人啦，喺香港咧係得到適當嘅保護。除咗保護佢哋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同各國嘅領事咧加強溝通，確保佢哋嘅安全。嗱，咁樣講法啦，即係議員保護組嘅使命咧，就要確保所有訪港嘅要員佢哋人身安全係受到保護㗎。冇錯啦。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要確保咧就係訪港嘅應受國際保護人員佢嗰個自由同埋尊嚴咧，唔會受到侵害嘅。香港地少人多，要進行一個有效嘅保衛行動咧，係有好多困難嘅。我哋係需要有唔同單位嘅合作同埋市民嘅諒解。咁警方喺處理呢啲咁嘅保安行動之前咧，都會作出詳細嘅考慮，平衡咗保安上嘅需要同埋市民嘅影響。喺呢度，我好希望得到市民嘅諒解，考慮你反應。以後來大家睇到射擊實習，就要考驗議員保護組嘅隊員攻擊以及防守嘅技巧，唔同槍種配合嘅技巧，掩護議員嘅安全射擊嘅戰術。冇洗手站，即刻嚟灣仔道230號，23名灣仔道收到。無論喺大型或者小型嘅保護行動當中，場地嘅保安係非常之重要。嗱，因為咧要被保護嘅政要係會有較長嘅時間逗留喺會場裏面。嗱，與此同時咧，亦都會有好多外界人士可以接觸得到嘅。嗱，呢啲人士包括咗係有高級嘅政府官員、社會嘅知名人士、外國嘅領事，以及咧係被邀請嘅嘉賓。嗱，所以要確保場地嘅安全，議員保護組係會借調其他警隊嘅單位一齊協助，例如係有警察嘅機動部隊。嗱，工作方面係包括咗有場地外圍、內圍、通道嘅封鎖、人群嘅控制、採訪記者安排等等。而最明顯嘅例子呢，就喺今年嘅7月1號，香港回歸5週年紀念日。喺今年嘅7月1號，回歸5週年當日，特首宣誓典禮進行當中，議員保護組
就要同其他政府各個部門配合，以確保咧整個就職典禮係順利進行。唔同嘅政府部門包括咗係有民政事務局、特首辦公室、禮賓處以及咧係政府新聞處等等嘅。當其時最為重要嘅任務咧，就係議員保護組要確保大會主禮嘉賓江主席嘅人身安全，而作出咧近距離嘅貼身保護。喺宣誓就職典禮之後，江主席係由要員保護組嘅護送之下離開會議展覽中心，去到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呢一個保護嘅工作喺整個車隊進行期間係要保持順暢，免受任何滋擾同埋襲擊嚟進行。所以啦，整個車隊嘅保安陣營嘅安排都係有特別嘅處理。同一時間亦都需要到其他警隊嘅單位配合，例如係有特別任務連，即係我哋俗稱嘅飛虎隊，以及啦係交通護送隊嘅協助。除此之外啦，喺整個嘅行程當中，政府飛行服務隊亦都派出直升機喺空中協助我哋嘅同事進行呢個監視同埋護送。剛才大家可以睇到啦，喺個大型嘅行動當中，議員保護組咧係需要同其他總部單位一齊配合嘅。例如係有警察嘅機動部隊、特別任務連、護送隊等等嘅。咁但係其實咧喺籌備呢類嘅行動咧，之前咧亦都需要其他嘅單位一齊合作嘅。最主要佢工種咧係包括咗係有場地任何一個角落嘅搜查啦，任何入場人士同埋佢個人物品嘅檢查嘅。但係呢啲部門同埋單位咧，包括咗係有我哋警察訓練校嘅同事啦，有呢一個爆炸品處理科、警犬隊同埋呢一個重點搜查隊嘅。其實想問下啦，舉辦完呢類嘅活動之後，啲成員嘅心情係點嘅咧？喺執行期間咧，我相信每一個隊員咧都已經係提升到最高嘅大極境界㗎。今日而家能夠順利完成，我相信佢哋嘅心情一定係好輕鬆啊！咦，Mary，點解我哋要上車嘅？唔係講好多今集警訊咧，成日都會喺禮賓府度拍嘅咩？梗係有特別原因啦。稍後咧，我哋就會轉個拍攝場地，跟住你會知道噶啦。趁有時間對過啦。好啊。近距離置身喺槍林彈雨裏面咧，個感覺好震撼㗎。喂，驚唔驚啊？我梗係唔驚啦，有咁多議員保護咗個同事喺度。嗱，其實剛才你嘅示範咧，最主要想俾你感受得到就係話，當一個議員喺車裏面遇襲嘅時候咧，我哋同事能夠第一時間咧帶議員咧離開現場一個安全地方。我仲知道咧，你哋仲有好多秘密武器㗎。簡單到好似我哋身處呢架車咁啦，除咗有防彈玻璃之外咧，仲有基於保安嘅理由啦，議員保護組嘅特輯就到此為止啦。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